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！好啦，辨識及拒絕不良資訊，哪些措施有助市民選擇適合的資訊？哪些措施有助市民選擇適合的資訊？有啲咩措施咧會幫助到市民選擇適合嘅資訊嘅咧？例如 一啦，認識電影分級，或者第二，電視節目分類，第三，關心青少年，了解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，呢三樣嘢係咩嚟嘅？第一，呢一個就係認識我哋平時去 movies 睇嘅有一啲等級嘅喎，一啲咩等級嘅係適合咩年紀嘅人睇咧，都會有睇到。有啲係兒童唔可以睇啦，有啲18歲以上先至可以睇啦。特別係3級咧，係18歲以上嘅人先至可以睇嘅。OK，跟住咧2咧，電視節目分類啦，電視節目都有分嘅喎，有啲咩係細路仔唔可以睇㗎啦，有啲咩係要家長陪同先可以睇嘅。嗱，第3啦，呢一啲咧就係會講到點樣可以關心下一啲青少年咧？佢哋會唔會接觸到一啲淫褻或者不雅？淫褻即係可能呢啲色情嘅嘢啦，或者不雅物品。可能講到會關於一啲關於毒品嘅嘢啦。或者啲色情嘅嘢咧，係點樣我哋先至可以吸取一啲健康嘅信息咧，而唔係一啲扭曲咗有色情，甚至係關於暴力嘅嘢咧咁樣。好啦，你的年紀適合接收以下哪些資訊？適合的在圈圈內加剔或者交叉。好，嚟做一做先，一陣下一個片我再返嚟。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。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